召喚五感小精靈，讓你的作文會說話。五感就是我們身上的5個超級偵探，他們能幫你把作文寫得好像發生在讀者眼前一樣。眼睛小精靈，視覺任務，把你看到的寫下來。例句：平淡版，我跌倒了；小精靈版，我低頭一看，發現膝蓋擦破了一層皮，紅色的血珠正慢慢滲出來。耳朵小精靈，聽覺任務，把你聽到的寫下來。例句：平淡版，同學來幫我；小精靈版，我聽到一陣急速的腳步聲，咚咚咚地跑過來，原來是小晴。手小精靈，觸覺任務，把你摸到、感覺到的寫下來。例句：平淡版，傷口很痛；小精靈版，傷口傳來一陣火辣辣的刺痛，像被針扎一樣。鼻子小精靈，嗅覺任務，把你聞到的寫下來。這個在受傷的故事裏很好用。例句：平淡版，老師幫我消毒；小精靈版，老師拿出棉花棒，我立刻聞到一股消毒藥水刺鼻的味道。舌頭小精靈，味覺任務，把你嘗到的寫下來。這個在寫吃飯、吃藥時特別有用。例句：平淡版，我回家吃藥；小精靈版，媽媽拿藥給我吃，藥丸含在嘴裏好苦，我趕緊喝下一大口水。五感小精靈大作戰練習，讓我們用一個例子，看看怎麼把五感小精靈全部叫出來。沒有小精靈的平淡作文。今天下雨，我跑回家，回到家，媽媽給我毛巾，我很溫暖。召喚五感小精靈的精彩作文。放學時，天空下起大雨，豆大的雨點嘩啦嘩啦地打在我的雨傘上。聽覺，我飛快地跑回家，頭髮和衣服都濕透了，感覺冰冰涼涼的。觸覺，一進門，媽媽趕緊遞給我一條乾爽又柔軟觸覺的毛巾，我聞到廚房裏飄來陣陣飯菜的香味。嗅覺，心裏覺得又溫暖又開心。感覺，看到了嗎？只要請出五感小精靈來幫忙，你的作文就會從黑白變成彩色，從安靜無聲變成有聲電影。下次寫作文時，記得先問問自己：我的眼睛看到了什麼？我的耳朵聽到了什麼？我的身體感覺到了什麼？把這些答案寫下來，你就是召喚五感小精靈的大法師了。加油！